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。營地坐落喺有香港後花園之稱嘅西貢，包圍住我哋嘅係珍貴嘅紅樹林濕地。呢個獨特嘅生態環境孕育咗各式各樣嘅生物，包括彈塗魚同招潮蟹，仲不時吸引各種候鳥停留休息。營地入邊種植咗好多唔同品種嘅花草樹木，有棕櫚樹、桂花樹、白蘭花樹同紅楓等等，仲有列為國家級保護嘅樹種土沉香。因為我哋注重綠化同生態保育，希望大家盡可能食晒我哋為大家準備好嘅食物，減少浪費同污染。如果真係食剩咗嘅話，我哋會利用營內嘅廚餘機，將廚餘轉化成肥料，再度投放響大自然，令綠色環境可持續發展。同時，營地嚴禁吸煙，除咗膳食大樓之外，所有室內地方都禁止飲食。營友請保持地方清潔，將垃圾放入垃圾桶，可以循環再造嘅就分類放入回收箱。希望大家可以將綠色環保嘅生活態度帶到日常生活，為我哋美好嘅環境盡一分力。接住落嚟，等我為大家介紹一下營地。營地依山沿海而建，大概可以分為5個部分。第一部分係綜合大樓，第二部分係康體大樓，第三部分係膳食大樓，第四部分係水上活動嘅地方，最後就係客房區。呢度係綜合大樓，頂層係互動教室，綜合大樓外邊係燒烤場。呢度係康體大樓，上層係體育館，中層係接待處。營友經過嘅時候請保持安靜，因為裏邊就係辦公室。接待處右手邊推開玻璃門就係讀書廊，營友可以喺度睇書或者上網。而讀書廊再過就係演藝廳。康體大樓嘅底層係會議室、活動室同埋一啲康樂設施，營友可以免費借用籃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康樂棋同足球機。所有康樂用品都只係可以借出1個鐘，要揾負責人去接待處先可以借到。康體大樓3層都設有洗手間。呢度係膳食大樓，樓高2層，採用咗簡約而且採光度高嘅設計。底層係閒聚天地，呢度特設舒適梳化、電視同體感遊戲。寬敞嘅空間可以俾團體租用作小組遊戲或者聯歡會，係大家聯誼嘅好地方。呢個地方係紀念品店，大家除咗可以喺度租用體感遊戲，仲可以買到日用品同好多得意嘅嘢，例如防水袋、泳衣、有機食品、蔬菜種子、香草包、小盆栽同埋明信片。大家不妨考慮下寄翻張明信片俾屋企人同朋友，同佢哋分享下呢度咁靚嘅風景啊！閒聚天地旁邊係咖啡室，提供咗即磨咖啡同中西式茶點輕食。上一層係餐廳，營友記得入去之前望下入口嘅電視，上面會顯示各團體嘅台號，跟翻台號入座就得㗎喇。我哋食飯嘅時間係晚餐晚上6點，早餐早上8點，同午餐中午12點。全部食飯時間都係45分鐘，記得準時嚟食飯啦。再次提提大家，要珍惜食物，唔好浪費。如果食唔晒嘅話，請將食剩咗嘅食物放入台底嘅廚餘回收桶，我哋會一併收集，然後送去廚餘機處理。餐廳上層係空中花園，營友可以喺度飽覽附近嘅美麗景色，但係千祈唔好擒欄杆啊！天台後面係上落客區，如果大家坐旅遊巴嘅話，就可以喺度上車啦。至於洗手間，就喺餐廳同咖啡室嘅正門口右手邊。膳食大樓前面嘅就係游泳池，一般嘅開放時間由早上9點到黃昏6點，中午1點到2點休息。暑假期間晚上7點到9點亦都會開放，開放時會有救生員當值。
泳池下層係更衣室，再落一層係水上活動嘅地方。碼頭有一條下水道，仍有切勿擅自超越黃線，亦唔好擒欄杆，以免發生意外。最後一個部分係客房區，營地擁有40幾間寬敞雅致嘅客房，全部都欣賞到宜人嘅景色。上排係雙人客房，下排係8至12人標準客房，再行入啲就係12人特色客房同埋28人複式客房。營友只要跟住號碼向前行，就可以揾到自己嘅客房㗎喇。營地嘅室內場地係喺晚上10點鐘關閉，營友要返自己客房，保持安靜，唔好騷擾其他人休息。冷氣開放時間係由5月到10月，晚上7點到早上7點。每間房都有一個遙控器，營友可以問負責人攞，但係一定要喺離營當日交返俾負責人，千祈唔好留喺房裏邊。離營時間係下午1點，中午12點前就要收拾好行李，將鎖匙交俾負責人，而負責人就請喺12點前到接待處交還鎖匙。至於被鋪方面，大家可以留俾我哋嘅工作人員處理，而唔需要將用過嘅被鋪接返。因為用過嘅我哋會收集去清洗，而未用過嘅大家只需要放返喺原位，我哋會留俾下一批營友，支持環保，減少浪費。最後一提 ，WiFi 已經覆蓋全營，你可以喺營地每一個角落同屋企人、朋友保持聯繫，但係唔好一路行一路玩手機，而且要瀏覽主題健康嘅網站。大家只需要喺連線後睇清楚相關條款，冇問題嘅話，按同意就可以上網啦。營地就介紹住咁多先，如果有問題可以去接待處揾我哋嘅職員幫手。我哋嘅辦公時間係早上9點到晚上10點。祝大家喺營地有個愉快嘅回憶。